国际新闻来看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表示讲，为着要解救人质咯，以色列会以上紧的速度发动攻击，要来毁掉哈马斯，摕到加沙控制权。昨以色列军队佮对加沙发动攻击，造成7个人死亡，其中有4个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佮工作人员。Yes, 4 Al Jazeera journalists have been murdered in a targeted Israeli strike. 情绪激动的亲友为着维体甲这波攻击的幸存者，真久无法度平复。西站以色列对加沙市东部西法病院附近的一个布棚发动攻击，造成7人死亡，其中4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甲工作人员。以色列方面讲，死者当中的夏利夫不是记者，是哈马斯一个小组的带头人。不过，根据路透社报道，顶个月夏利夫遭到以色列军队锁定，知影伊可能有生命危险，一直负保护记者委员会、甲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专家等机构，要求以色列提出对夏利夫指控的实际证据。就伫国际社会谴责声音愈来愈悬的时阵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7日又原宣布，真紧就要对加沙发动新一波的攻势。加沙南部边境已经出现以色列军队的战车甲地面的部队。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war and the best way to end it speedily. 纳坦雅胡的全面接管加沙言论出来，几个就月为欧洲的英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加希腊、南美洲的智利、甲欧亚交界、土耳其，甚至以色列国内拢发起反对示威。联合国安理会也伫9月邀请各国代表对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战参详对策。The latest deci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risks igniting another horrific chapter in this conflict, with potential consequences beyond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. 目前做协调人的埃及甲卡达已建议一份新的停火协议。美国中东特使维科夫也希望引用停火换哈马斯手头有关乎50名以色列人质。第8日以哈战争进入674日的这个时阵，各方赶紧速度，想要挽救要机搁限制绝境的加沙。公司新闻，洪如梅报道。